中也边河边河公教及地处理财，咱那个这个干泉水咱都了解。佛菩萨有烦恼，咱有烦恼，那么咱有烦恼，交给菩萨无切相。这个我教有烦恼，这个未教有烦恼，我教甲未教的烦恼无切相。因为咱是众生，咱是凡夫俗子，咱不要用，不要用呢，咱的烦恼嘛切相。佛菩萨以前就应该以前把众生所不生是同体，不甲众生是同一个体。不有地位，众生嘛有地位中庸这个四大讲在行不多，在凡不减圣人嘛无较济烦恼嘛无较少地位就是安尼咱今日来修学课，咱2礼拜来一日，来一日，就是讲短1点外钟，要安怎样？咱来真正了解咱自身的本体物件，了解咱自身本体物件。佛有大的物件来，咱嘛有大的物件来，是咱自在这经中叫敬的去，叫敬的去。咱今仔日，求道就是安尼讲，不敢出，咱的导师也来突破咱的咱的定言，为在宝座莲台下。受水指，但是咱无法度像这个咱物件，所以身体比较修，可是咱的德无法度得到真正的地位，咱的地位原在抗战前万人的当中，所以来透过真理来启示，咱才能了解，所以咱求道学道。真正成入来成入，咱现在安尼讲嘛，伊讲痛不应地位而教化这个烦恼。咱若有地位，无这个根，地位就表示根嘛，烦恼就表示暗嘛。无用这个根，用这个名来教化这个暗，永远无啊，永远无啊。所以别用啥，不到经典要度众生不然我经典就是要度众生，唔是要咱我上经头作息的，要头作息会使，但是你要亲自去甲研究，那么安尼你在这个这无始劫以来呢，无始劫来至，成顺永业，从无始劫到现在，诸位开天就去给因为开始成年到现在，无味交替，生生，一直生一直死，来生来死来生，而且哪是就过长，足长的迄个活啊，也就是这样时嘛要凭什么话来讲来教化这个教化这个烦恼，教化这个来互咱每一个心外出去了互咱。初中所闻见小物，正常优修优正，这个叫做讲修，这个就是啥？这个就是要亲自老师来讲，时时进入心，不输讲定来因为伊就是上中心是菩提心，把心是原件来我哋修甲人家来就是经中因为伊要俗，有俗呢一定系受俗，唔来讲时时进入心，不输讲定来。所以讲一句话，世间诚心在问一句话，就是俗有修有正。你有修，你就正有造有道有变的意义。你有这个话，就会跟正是有对比，这就是经中有对台要对台，有上台，还少意见。来只对台，还还大有小的这个意见，意见。修学道绝对爱用心去顺，
用道心作为咱一生之主啦，人生啊，用道心的力量，安尼呢，